方送给南方的伴手礼。桂圆芝麻象征百子千孙好福气。大溪老店的新娘米糕从清末至今已经卖了100年。我们现在最老的顾客也有100多岁了，也就是说他的女儿、他的孙女跟曾孙女都在我们这边做新娘米糕，能让客人连买4袋，东西得够好，细节就得自己把关。爱下得煮，没煮好吼，粒啊，开。而且阿嬷要求是很完美100%。虽然说我从小就学，我可能是99%，但是阿嬷还是常常会念我说这个还不行，这个还不行，因为她要求完美。阿嬷回想，超过一甲子做米糕、油饭、4神汤的日子，简单的小吃包进食物的，不只是讲究的食材，还有对老客人的一份责任感。他都会来盯啊，这个油饭不要太咸啦，夏天啦，淡一点啦，颜色不要太黑啊，或者是今天这个肠子啊，这颜色很漂亮，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薏仁少一点啦，要多一点啦，他都会来盯。从食材源头就讲究，端上桌，客人就会吃出不同。所以你们的米糕制作也特别，要用手炒，为什么？因为手炒的比较 Q，而且你筷子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，很 Q， 不会一下就散掉。那如果是机器拌炒的呢？机器拌炒的，筷子下去整个就跑掉了。哦，很浓哦，很香哎。本年反洋干米丝老板娘说这是本年反洋干米丝，令人怀念的味道。你自己天天吃吗？我天天吃。传承4代，留住一种怀念，也包括浓厚的人情味。百年老店的传承，守住一种好味道，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责任感。而他们说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坚持，要更加战战兢兢。海洋哦，本年百年嘅米絲，海洋哦，本年百年嘅米絲。